大家人安尼准时备班来遮主面前同心敬拜。啊，咱也要通过你的主的话三甲来学习。咱要开始以前，大家来感谢主爱主上帝，感谢你恩待阮即个福分来到主你面前。但伫即个现场的中间，阮大家三甲组织，是你看重阮的内心，当阮兄弟姊妹众人同心合一，各一样心，各一样喙，主你就伫阮中间做奇妙的工，你的感动也要临到伫阮，愿阮的敬拜归荣光伫你，愿你的话真做阮的快乐甲帮赞，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咱今日要学习一个题目，叫做主爱管教，主用疼管教咱，啊，这是咱基督徒生命上宝贵的恩典。咱拄则主题经节是50到7节，毋过咱完整的是50到11节。啊，所以我大声要搁做一点仔复习啊，我有特别甲话无共说，互咱知影讲，即个经节内面，互咱的提醒。第5节讲，恁减袂记得上帝苦劝恁，亲像伫苦劝囝儿。咱的上帝咧苦劝，表示讲，咱知影咱有失错，嘛有偏差，嘛有毋知，啊，所以上帝亲像咧苦劝囝儿共款咧苦劝咱。啊，伊讲，我的囝毋通看见主的管教。受伊责备嘛，毋通灰心。意思是甲咱做一个提醒，讲伫苦劝囝儿、管教囝儿，这个是天公地道的事，是必然的事。因为伊讲我的囝，是用我的囝做出发，然后一切的管教都毋通看轻，因为无人咧食饱盈盈要来管教，是因为囝。因为疼，啊，所以讲毋通轻看受责备嘛袂使灰心。安尼到遮一节开宗明义咧，甲咱讲啦咱大家拢会受到管教，但是你接受的态度，决定即个管教是好是歹，是正也是负。第2节第6讲，因为主管教伊所疼的人，伊管教。伊有疼才要教，啊若无疼啊你要互教，阁无遐尼简单呢。伊讲鞭拍伊所接纳的逐个囝儿。第7，着忍受管教，上帝款待恁亲像囝儿，兼有囝儿无受父母管教。这甲第5节等于重复阁强调啦。意思是讲，啊，就是家己的囝毋才会认真要甲伊教，啊后壁咱拄则无读到，咱阁来复习。伊讲。伊后壁等于是咧说明着对，讲恁若无受所有的囝儿所受的管教，就是私生子，毋是真正的囝儿。伊用即个互咱一个明白讲，我有受教，我有受管教，表示我是囝呢。啊，若毋是人较无爱插你啊。私生子的意思讲到，毋是正爸的着对第9节，伊讲受肉体父母管教，咱都尊重因，意思伊甲分别。咱一般伫咱的生活，伫咱的家庭，有父母咧甲咱管教，啊，咱做囝儿的，安尼当然有无共款的反应，但是咱知影父母会管教囝儿。伊讲咱都拢足尊重啊，啊，何况呢？伊意思是讲，咱的上帝是灵性的老爸啦，咱的主是灵性的老爸，肉体的老爸都咧管教，咱都爱尊重啊。何况是灵性的老爸甲咱管教？伊讲。咱兼无应该搁较愿意顺从你顺从，毋是若互你得到恩典祝福呢？伊是讲是要互你得到活命，得到属灵的生命的祝福，荣耀的生命、永恒的生命的祝福。这是伊咧讲管教所带来的结果，就对了。管教所带来利益。第10节。肉体父母暂时久，照家己的意思管教。毋过上帝管教是要互咱得到利益。有影，咱讲肉体父母暂时照家己的意思，意思讲有时父母嘛有情绪啊，有时无了解啊。咱知影定啦，囡仔时代兄弟姊妹咱较早囡仔较侪啦，有时定啦冤家，有时父母无看到
实际情形吼，去讲唔着囡仔吼，迄囡仔足艰苦诶。讲你黑白讲，都毋是我毋对啊吼，送毋对啊安尼。所以即款有时父母伊无法度人查明所有诶事实啦，有时教毋对去啦。表示讲，咱生身诶父母咧甲咱管教，有时会有错误吼，有时会失错。毋过伊讲上帝诶管教，正讲就是要互咱得到利益诶。对咱有益无害就对啦吼。伊讲拄则讲要得到生命，即第二句讲目的是要互咱有分伫伊诶性格，等于甲咱操练互咱诶杂质啦，身躯诶杂质，咱性格诶杂质，咱真侪人生诶遮无好，拢甲咱清除，咱挖进上帝得到圣洁。最后一节，又搁一个结果有一个利益讲。咱特别受管教，未感觉欢喜，有影？受管教一定是照咱原来意思都无互咱照家己意思行，所以会感觉讲足郁卒的，足忧闷的，也是讲足无民主的，反正忧伤啦。但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管教的态度，伊讲，毋过经过管教锻炼了后，管教锻炼吼。就会安怎？就会结和平的果子，行做正直安尼。这是整个经节的一个内容吼。启示录有一节经节做伙伫遐咧回应，还是讲伫咧印证吼，共款的意思拢共款。伊讲我所听的人，我拢甲因责备甲管教，所以呢，着热心，着反悔。这是咱今日2节的主题经节。牧师做几项的分享，来甲咱学习。对人性上来看啦，我想无有一个人讲爱互人管教，爱互人鞭拍。所以若是有这，咱通常拢甲伊看作是负面的。更何况咱即马台湾足重视人本的教育。像牧师这个年纪的人，细汉。互人讲尻川、讲手茶是感觉稀松平常像去食便饭安尼啦但现在袂使你若无识字老师举吹起来不得了迄请议员来若学道的做规定来我会记细汉的阵真正有的同学伊都生性较活泼搞怪，父母拢会去找老师讲，老师做你甲讲哈。我厝讲无够，你搁甲讲安尼，有诶是伫学校，互老师责备，倒来厝毋是像现在安尼啦，讲带人要去甲老师兴师问罪，是颠倒搁加讲一遍，讲你这无乖，人别老师毋讲着你是安那？咱这拢是咱真侪牧师志愿会人的体验。我印象足深迄阵我。国小2年级，有一个老师少年，我真印象毋是已经足深但是我感觉到这个老师应该是拄好，迄师专毕业的人体格好，搁安尼足认真、足严就对啦。反正教阮写字毋对拢爱讲安怎？迄阵是惊要惨的，惊讲检查作业用过要互讲，无就惊去后壁安尼。但是阵回想起来讲感觉足甘甜，伊讲好佳哉有这个老师，因为迄阵阮伫庄骹有真侪迄老师是毋是正派的迄阵拢有是退伍军讲的国语听拢无我有这个老师甲阮教，阮感觉讲安尼，迄阵是有感觉惊，毋过后来感觉讲好佳哉有这个老师，咱迄个摸破摸花啦，甲咱发音啦甲咱指导所以人的心态啦，我讲。即马有影，即马足注重人性，是因为咱迄个环境已经过迄个环境已经过所以现在囡仔细汉成长咱较定听到的讲，哎呀，互老师责备了，规个心情拢改变，无爱读册，还是讲有迄个反社会行为，咱讲互人霸凌安尼。伊较早的囡仔袂互霸凌，感觉讲安尼活得足快乐。即摆哪会安尼？咱嘛毋知影，迄
迄专家安怎研究，咱毋知啦。只是讲咱袂当用古早的态度看今仔日，咱来循循善诱，吼，即个囡仔知影讲，我甲你教，甲你管，我的目的是甚物？所以，若是对拄则所读的经节真重要一个原则，就是讲，出伫听的管教，较是重要。啊，无逐个要管教，逐个嘛会晓的，吼。啊，所以伫人生上咱负面，但是咱看希伯来书12章50到12节，互咱看的拢是管教，拢是正面的。啊，到底敢若一般感觉讲看到这就足负面的，是差伫倒位就对啦，吼。伊讲第一爱留心主的管教，毋通因为主的责备灰心，因为主管教伊所听的每一个人，吼，这开宗明义啦，吼，管教大拢会啦。我拄仔讲到细汉的时阵，管教，事实吼，迄阵台湾是一个威权的社会，迄阵吼，迄囡仔若搞怪哦，迄阵有少年队，你敢知？少年队一个掠入去吼，也无咧管你啊，先拍较讲啊。所以恁知讲，迄阵少年队大家足惊，因为迄阵吼，感觉用即步上好啊，你拢毋敢反抗啊，无像现在吼。但是你知影讲，迄款的管教有影，伊照着伊的规则，照着伊家己的迄个原则来教，但是吼，包括迄个时阵去做兵吼。真侪人拢受足侪艰苦，因为吼有人拢会讲，即个班长也是即个管的吼，安尼吼怪性就对啦吼，有虐待狂。因为人的心性若毋是出伫听，若毋是出伫讲我对你好，有时伊的管教就会产生差错。搁较毋免讲咱进前10几年前发生迄个军人互人虐待死的消息。发生规个国家拢乱起来呢，所以你就知影讲原来这个重要的关键出发点伫遮，因为希伯来书互咱甲咱讲，咱来留心，表示讲你爱正面来看，毋通吼一个就排斥哦吼。第二，伊讲上帝对待咱亲像囝儿啦儿女，所以爱忍受管教，因为这是表示上帝对咱亲像儿女。儿女受父母管教是应该，若无受管教，就毋是真囝儿。所以咱当受管教的时阵，当你即个态度讲，哎呀，多谢上帝啊，你听我，毋是讲怨叹讲上帝啊，爸安尼是安那，我就爱拄着遐侪苦楚，拄着遐侪困难，因为上帝听我，所以我用这款态度的时，你会感觉迄个甘甜就出来啊。若无，你会愤世嫉俗啊，你会感觉讲我哪会运道遐尼歹啊？我来人生吼，被人较坎坷啊，逐项拢看到负面的，看到无好的。第三，上帝是咱属灵的老爸，而且经常咧讲起着肉体的老爸，若毋是讲心性有啥物奇怪，拢是疼囝才咧责备啦，才咧管教。灵性的老爸，甲咱管教，毋只干那是互咱行伫正直的道路，伊讲是要互你得到迄个活命。得到活命。遐尼几位，咱知影讲管教鞭拍，拢是听起来真负面啦。管是约束，管是指责，管是要求对方用消极的方式来禁止，也是讲主动，要互你改进。但是教，就是管了后，爱用积极的方法来甲咱指明一条路，启发正确的部分。有可能增加你的知识，增加你的经验，袂阁犯同一款的错误，迄叫做教。若是鞭拍，就是讲，哇，迄个错误已经用讲的袂赴啊，可能爱重付出代价吼。这是较严重的话句呢。因为若鞭拍有时会伤害到哦。这个鞭拍可大可小就对啦吼。小只不过是讲咱父母有时用爱的小手甲咱讲两个互你知影讲爸爸妈妈无欢喜，你这做得毋对，讲粗话，也是对人无礼貌，也是咧食物件无照规矩安尼。但是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上帝鞭拍一个家庭呢，鞭拍一个民族、一个家族、社会、一个国家。咱圣经大部分咱咧讲耶稣真
主会听，主会怜悯。但是主的怜悯甲恩典吼，你到是要安怎讲？是我做主，我做主角，还是讲我做主导？上帝即个恩典我袂，迄个我无爱。若安尼都变做你比上帝较大，敢毋是？你敢若要处理你爱，上帝讲即个更较好，你都嫌无爱。所以上帝用管教的方式，互你担着迄个慈悲甲怜悯。这是咱人信仰的一个，咱讲一个门槛。你若用袂过，有可能有时嘛影响到你的信仰哦。所以咱初信的会友，咱可能无随甲讲安尼，惊伊会惊到讲我上帝甲我管教，安尼都危险啊、凄惨啊。但是咱资深的基督徒，咱知讲这实在是足正面的吼。希伯来书就是咧甲咱提醒讲，迄个心态啦。管教定然有，但是迄心态足重要。所以兄弟姊妹，第四项就是重要，上帝管教的目的。上帝都毋是应用我讲，亲像遐个伫管训队也是伫军中遐个班长咧算馒头无管感觉足手会拗，毋是啊。上帝伊管教是为着咱的好处，伊讲互咱有分伫伊的圣洁。我拄仔讲圣洁会当解释真多啦，就是心性的圣洁，也是信仰的圣洁，也是咱行事为人的圣洁。但圣洁咱嘛咱解释讲，甲咱身躯一切迄个歹的杂质，也是错误的思想，也是对人迄个偏差的看法，拢甲咱清掉，迄嘛是一种的圣洁。当然，搁较是挖近主的伫即个慈悲。疼甲怜悯安尼，伊讲经过即款锻炼，会当结平安的果子呢，是会当一个正面美好，讲过着正直的生活。这是咧讲起着即个管教。咱对头读过启示录第3章19节，伊讲咱直接读台语啦吼。伊讲我所疼的人，我拢甲因责备甲管教。我所疼的人，所以着热心着反悔。咱较早有时会听到足无礼貌的话，也是讲足侮辱的话。你即个囡仔是无爸母外晓，安尼啦讲咧到底若假使伊的爸母伫边仔会足，可能若气起来，甲对方冲突来讲，你是安尼黑白骂阮的囡仔，迄也是讲，咱现代人定定要找老师的意思，就是讲你。要教我该教，咱就互你教安尼。但是，咱若是持着即款正确的态度，知影我有互主教是安尼，我伫主的心中是重要的伊看重我，伊才会管教我安尼。我记得几礼拜前牧师有分享到奥运会有无？100年前的奥运，有迄个李代瑞无足好走老师看到讲即个可造之材啦，就。加强来甲操练呢，操练伊的体能，操练伊的肌肉，操练伊的速度，爱陪他，我要训练他。所以即摆咱看伊比赛拢进入迄个职业化，咱看迄职业的选手嘛，迄运动实在是，互咱感觉讲哇，搁水搁安尼好看这大谷翔平哇！已经全世界轰动的就对啦，讲棒球界毋捌出过遐尼高的明星安尼。但是咱拢知影讲，即款优秀的选手伊足谦卑接受教练的训练。你讲平比赛，一定是即个选手比教练较高嘛？先教练讲你要听，因为教练伊有经验，知影你的缺点，知影你倒位无好势，特别是心智啦、个性，也是讲你的态度安尼。咱台湾有一个羽毛球选手，是基督徒，足虔诚基督徒，叫做周天成。逐摆伫咧比赛阵有一个等于伊陪伴的教练伫后壁面，迄个根本都毋是选手也毋是运动的专家，是伊的等于是伊的心理师就对啦。伊就坐伫边伊即个周天成即个基督徒是伊引出的，所以等于看到伊的即
即个陪伴的，伊会感觉心足平安，知影讲，伊是对我咧鼓励，伫甲我鼓励。虽然伊毋是技术上的指导，所以咱拢知影讲，即马吼，你若是想要运动吼，爱用钱去拜托教练甲咱教，安尼敢毋是？比如讲，亲像咱去健身教练咱去健身中心，教练甲你指导一场足侪钱呢，因为你爱拜托伊来甲你操啦。咱去拍球嘛是，若有教练甲你进步足紧，是安你欢喜接受伊教，因为伊对你是有利益的，甲你的缺点、甲你的姿势，也是甲你迄个动作拢改变。这是咱每一个人对即款，当咱用即款态度去想的时阵，上帝你是我的教练感谢你我毋免付钱，阁互你听我安尼。咱看去圣经中的管教。圣经中真侪上帝管教，咱看真侪我简单提起就好安尼那主对国家甲百姓管教，咱知影讲创世纪了百姓有一段时间拢非常的背逆。伫那迄个时代，背逆到一个程度讲我归去夫妇会定来啦，所以。用大水来毁灭人类，只敢若剩啥？剩那阿一家，剩那阿一家。意思讲这已经无救归去定来啦，佮定心定心繁殖就对啦，用那一家来繁殖就对这是迄足极端的管教。第二，伫史书的时代，旧约圣经史书的时代以色列的百姓来背弃上帝。受上帝管教，上帝安怎管教因呢？伊四周围拢是迦南的部族，就是迦南人，遐在地的人原住民，定来甲伊侵扰啦。你看基甸我米伫迄个迄个一个山洞内底，伫伫遐咧拍马，哇！因为有米甸人要来攻击，上帝稳准但是讲上帝照着遮个迦南人是米甸人遮个手，要鞭拍。要来教训遮个以色列百姓，互因知影讲上帝伫倒，这是咱所看见的。即个史书记2米940讲，迄个时阵以色列中无王啦，逐人入味而行安尼过来，伫王国的时代，咱知影讲以色列、犹大，遮王国拢灭无去啊。圣经先知咧安那解释讲，哎呀，这上帝百姓哪会遐凄惨啊？规个国家拢无去啊！但是圣经安怎讲？讲上帝是照着巴比伦甲亚述帝国下手来管教百姓。哇！迄是国家管教国家呢。迄阵咱知影讲巴比伦甲亚述帝国迄是足强的。这是巴比伦帝国因即后来甲恢复的一个因的当几啊千年前的迄种建筑啦。这是因古早。古早迄个图，知影讲，迄阵的王国是非常的强。迄巴比伦就今仔日的伊拉克迄个所在呢，因迄有两河流域这亚述嘛是安尼，因的艺术因迄个国家的发展是非常的强，迄是古早的帝国上帝讲，这个帝国就是我管教的去锤啊。上帝用这两个强国的锤来管教以色列百姓。迄嘛是真凄惨嘛迄毋是小可代志呢，拢有死失这是亚述帝国因的艺术伫古早时代就遐尔精美就对主对个人的管教嘛有这是关系咱规个人迄个人类的故事。咱知影讲亚当甲夏娃犯罪了，上帝甲伊刑罚，上帝甲伊管教，因为甲伊赶出爱甸乐园。这是迄个图画咧讲起因受赶出乐园天使甲迄个爱甸乐园关起来啦，毋准人搁入去这是咧描述亚当夏娃受赶出的。咱知影讲该隐头一对兄弟，该隐因为嫉妒，因为献祭的代志无原谅伊的小弟，甲阿伯害死。上帝甲处罚啥物？伊变做流浪者，伊袂当搁亲像较早，伊伫一个土地遐安居乐业伫遐耕作
啊，这是迄个人画迄种图啊，这个该阮叫做流浪者安尼吼，赤身裸体啊，伫迄旷野伫遐漂流安尼。咱嘛看见扫罗王，因为藐视上帝命令，无尊重上帝仆人的职分，上帝爱该放弃呢。甚至吼，伊的下场真凄惨，伊甲3个囝儿当时伫战场来死吼，这是扫罗王受气杀的即个图画。咱嘛看见新约，伫使徒行传内底，阿拿尼亚甲撒菲拉即对夫妇吼，因为因当时教会当咧兴起，但是即对吼有私心啦，啊无专业的奉献，迄阵吼有发生足严重的制裁，就是欺骗圣神，所以结局是因失去性命呢。这是阿拿尼亚夫妇因迄种图画咧显示讲。现伫现场，啊，就倒落去，就无去啊。兄弟姊妹，牧师要甲咱三甲学习勉励，就亲像希伯来书所予咱的，咱要安怎留心，也是注重，也是应当看重主的管教，因为主的管教是咱得到生命的稳定，吼，得到生命的稳定。基督徒除了领受着上帝恩典以外，咱毋通是讲处处拢是我感觉的好诶，这才是恩典。有时管教、负面、提醒、责备，甚至鞭挞，你也讲哎呀，好佳哉！上帝听我，看我是伊诶囝儿，所以互我拄着即款诶教训。虽然咱知教训济少大小差足侪啦，比如讲咱有时违反交通规则，你甲想讲哎呀，今仔日够歹运啦，佮加了一寡钱。但是你也想讲，哎，好佳哉，甲我提醒，甲我管教，互我知影，无因为安尼发生严重的车祸。所以，同事拢是正面甲负面，光明的一面甲黑暗的一面嘛。所以基督徒爱留心主的管教，毋通家己掠做家己对，讲别人毋对，吼，所有的责任拢推互别人，是爱对上帝的甲上帝关系中间，咱去找着讲这吼，我是足有价值的，因为上帝听我，互我得到即款的管教。当你安尼的时阵人生无管任何起落你拢感觉讲有上帝人倚靠，有上帝人做我的准绳，你就无任何的遗憾，甚至包括病痛。咱拢知影，有时咱身躯的病痛，拢是甲咱的生活习惯、咱的饮食，甲咱的即个各种的行为有关系。但是你若讲，哎哟，别人都袂安尼，哪会我拄着咧？你会感觉讲怨叹。有真侪人到中年的时阵，身躯小可发生过样，有一个记号，有一个信号出来有人讲，哎呀，别人平平当好，逐个人身体勇甲像牛安尼，我哪会安尼？但是当伊想倒来讲，原来我虚心检讨，是毋是我的食食有问题？我的营养有问题，我的行为、我的日常作息有问题，有的人对迄阵开始改变伊的生活，改变伊的习惯，后来的人生就愈来愈健康咧。伊也感谢讲当时好佳哉，我有拄着即款的迄个挑战，我家己才会当改变。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是会当对即个态度去看，咱知影讲，咱上界智慧的，就是讲。对别人的失败甲管教中间，咱直接得到学习啦。比如说家己的经验，毋免搁家己经历一遍，毋免讲上帝甲你教。咱知影讲，咱较早兄弟姊妹足侪的吼，咱的兄弟姊妹中间一个人互士大人管教，你就知哎哟，毋通毋通搁像伊安尼，毋通搁互士大人讲尻川因为咱的小弟也是兄哥，已经受激发啦嘛。这就是对别人的经验中间去感受到。第二，你也体认家己是受管教的对象，警醒家己，讲上帝甲我调度，甲我管教，互我无偏离真道。警醒家己，若无偏离受管教搁较严重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摆一摆上帝管教，到尾毋听只好叫巴比伦甲亚述帝国来甲恁教，士大人教你毋听，来互别人教安尼。
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家己因为受管教来受点醒，历史教你无搁重复，重蹈覆辙就对啦。愈陷愈深，不可收拾安尼吼。过来就是将主的管教看作是一种生命的恩典。所以，若要讲看主的管教吼，大先是先改变咱的态度。当你看任何，来讲负面的代志临到我的时阵，你毋通一个就先直觉讲啊，这无好啦，这运命歹啦，运途歹啦，我若会遐歹运若去拄着，你也先冷静来讲，求问上帝，上帝啊，你伫这项事顶面，到底要对我讲什么？上帝，你互我爱有生命的智慧啊！这个生命恩典，你到底要互我什么安尼？所以当你安尼，就是一种亲像爸囝咧对话共款。咱知影，咱现代人较有迄个教育的知识啦，咱知影咱家囡仔责备，拢会人讲要抚慰他，爱医治伊，互伊无迄个伤痕，互伊知影讲啊，这是疼的责备。所以爸囝的关系就愈亲，母囝的关系就愈甜蜜，因为你有管教，但是阁有医治啦。所以因为安尼，咱甲主的互动，你一遍搁一遍，一遍搁一遍，咱嘛知影讲约瑟，上帝嘛是甲管教，伊当当时讲话安尼伤过，嘛毋是讲碰风啦，是伤坦白去啊，遐个甲伊处罚，甲伊卖出去，但是伊一遍搁一遍的管教，伫主人都伫我的手中嘛拄着管教，伫家甲管教，伫人生的过程管教，但是到最后上帝互伊成做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所以这是一种生命的恩典。伊若无经历这个，伊只不过是伫咧旷野中间10个兄弟咧顾羊的，无就顾咧旷野的人尔。但是伊受管教，包括摩西嘛是受管教，经过人生3个大阶段。但是你要看结局是什么，上帝对你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显示咱是上帝真囝儿，这是足要紧足要紧的。当你是囝儿，你就敢对上帝求讨讲主啊，互我明白你对我的教是什么，你爱我往倒一个方向去行。伊讲安尼就要得到永恒丰盛的生命就对啦，永恒丰盛的生命。兄弟姊妹，我讲上帝对咱的管教，咱的态度若看会到，咱看会出来，你拢会感觉讲这是真宝贵的经验。昨昏拄是咱台湾921大地震，已经25年啊，25年一瞬就过啊。昨昏我咧甲青少年分享的时候，我问讲，921恁出世也未？大家拢讲我未出世啦，25年前我哪有出世？伊就无感觉到迄个代志，感觉是一个故事若定。但是咱家己有即个年纪的人，知影讲迄阵迄是经历台湾拄着大的即个灾难。921进前拄好台湾发生大停电，大家有印象当即个咱嘛咱看做讲，哎呀，台湾伫即个地震带啦，有拄着这实在是对台湾只大的伤害啦。但是你若感觉搁另外一个角度看讲，因为有即款的伤害，互咱敬畏这大自然，毋是随随便便咱知影讲，迄个时阵发生大地震，真侪所在，发生事实，大概是你山路乌袂开，规个山坪拢地动拢落落来。咱知影迄阵伫个横贯公路有足侪车拢互伊地着啊。你讲这是大自然无生目睭啦，害咱遐侪人死死。你若想讲，哎呀，迄条路人迄粒山原来水水拢生大樟树，你著甲对北岛甲开一条毛长去所以人伊震动土动就落来你若无警醒，后摆佫发生要安怎？迄个时阵咱嘛知影，台湾因为伫咱即代的人经历到即个大地震，所以现在建筑法令就是因为921了后，规个
建筑法令拢严格起来，你要起厝吼，茫黑白甲我起，钢筋爱偌粗吼，啊你设计爱偌好，若无经过吼，审查是袂互你过啊。安尼是安怎？咱也感觉讲，这是对咱台湾的一个关卡。啊，大自然啊，这个建筑也是咱人的态度，啊，这就是一个正面的。啊，咱拢无爱发生，茫发生即款的灾难。另外，咱知影讲，即款的关卡有时伫咱生活中是逐日拢咧发生的代志，特别是咱还佫有囡仔细汉，也是青少年咧成长的过程，咱也9月份才正开学若定吼，学生囡仔拢转去学校，啊，咱有个青年拢出外要到外地，兄弟姊妹，有时一个小小的性命要调度，你看用偌侪心血。有人咧讲吼，讲较早吼，一个家庭啊，一个老爸趁钱吼，饲5、6个囝，吼，饲5、6个囝，啊，就是要互伊安尼栽培安尼，啊，就一个人拍拼就对啊。讲即马这时代是安怎？逐个人拢去拍拼，啊，要请养一个囝请袂起来，因为吼，只要要请囝吼，迄是偌开销，无怪咱少年人无爱生，因为生送要顾，送要饲啊，送要啥，要迄个，因为我都无迄个资金嘛，所以咱知影讲即马咧教导细囝、教导囡仔，去人讲成本愈来愈悬啦。但是请会记咧，上成本的关键，就是甲咱的囡仔带来互上帝教。上帝用迄奇妙的粒子吼，毋免你安尼讲费尽口舌啦，也是讲你安尼用尽办法，啊，都讲袂听，就是毋听。请你记咧，甲上帝带到主的面前，讲主啊，即个囡仔是你所疼的，求你照你的旨意，亲像疼囝共款，互伊行入人生迄个成功的道路、受祝福的道路。因为圣经明明甲咱讲上帝所疼的囝儿，伊就是甲伊管教。兄弟姊妹，愿咱对即个经济的中间去学习着，有时是小小的一个提醒，有时是个重重的责备。但是当你的心中知影讲啊，我足感恩的，因为主疼我，互我会当经历到这个，因为经历这个，上帝互我成做伊的真的囝儿，而且我是伊恩典的好的。因为我要得到生命恩典，要得到真正的活命，我要活出迄个奇妙丰盛永恒的生命，而且是要结平安的果子。愿主赏赐这款的祝福，伫咱兄弟姊妹中间，特别咱兄弟姊妹伫小组，伫咱兄弟姊妹咧交杯中间，咱得较有这款的概念。有的人无一个就敏锐感觉到上帝的教示呢，但是咱好朋友。咱的好兄弟姊妹，你也该提醒讲，这检查是上帝予你的礼物哦，恩典的礼物哦，你爱好好啊思考哦。安尼，咱的成长，甲咱的进步，才会当日日来得到。愿主将这款的祝福赏赐伫咱中间。咱要来吟修回应诗，来做为祈祷。圣诗伫咱的周报内底嘛有184首。